今日有樓睇，係由利嘉閣地產45週年真盤元贊助播出。雖然古洞北新盤首輪做唔到即日沽清，不過週末嘅一手交投仍然急升1倍，重返過百宗嘅水平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有樓睇，我係陶俊文。週末嘅一手市場成交按週急升超過1倍，涉及大約110宗。古洞北全新盤推售做唔到即日沽清。上個月嘅新盤買賣登記急跌超過60%。利嘉閣統計咗土地註冊處嘅資料，一手私樓買賣登記7月有731宗，按月跌62%，結束咗連續16個月破千宗嘅紀錄，都終止超過20年嘅最長旺市。涉及成交金額都急跌咗4成半，只有大約157億。按地區分類，3區全線向下，以新界跌7成半嘅幅度最大。主要由於缺乏新盤推售，分析就話市場整固過後，今個月嘅數字有望觸底回升。7月下旬咧，其實見到啲發展商都開始推翻盤嘅啦，個市亦都叫做相對旺翻好多啦。咁8月初亦都見到持續有啲新盤都開售啊，或者係開始收票咁樣啦。所以我哋估計啊，8月份嗰個會重展咗升勢嘅嚇，估計會有機會反彈30%啦嚇，但係講緊都係大約係970宗嗰個水平。如果要上翻上千宗咧，我相信要慢慢儲翻力啦。9月份嘅登記量就有機會破翻千宗嘅。節目時間夠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今日有樓睇，係由利嘉閣地產45週年真盤元贊助播出。